新作人嘅关系紧，气候温和，长期以来有长寿志向嘅好名声。会派某船过嘅两位，水质、空气、湿度热点站。从工厂退休冇几年，进入嘅设备桶嘅青年面，从出色到大，但係关系健身两位已经超过1甲子。除了度两日每又在超年嘅儿，真系佢2年内利用家乡和环境，呈现出嘅勇气性质。朋友介绍啊，我而家熟得熟啊，就熟啊，是啊，偷成朋友做50年啊，包尾熟啊，吃到做对啊，就10个熟啊。要按多種用上去啊，最難用嘅。價值高啊，接近300塊嘞。我自己磨練的，我沒有去學，看人家的，我沒有去學習怎樣，搞球就唔會啦。經濟價值非常高，燕山來自中國嘅孫良五退休過後，當作搞來學嘅青苔哥，因為有機會，竟然一學就係夾心妹。雖然冇賣人，不過識過嘅親戚朋友都講肉質非常讚。我會出手啊，要上重用啦，肉嘅要比上好食嘅。當然就。對挑都做得是咯。中挑就做，除了練出來乜嘅就食得。一自己都挑感用半年挑感。也可以做沙西米啊。冇專業養殖技術，只係退休過後學來搞。青苔哥學嘅孫良五，品質甚至啲都唔少本挪背嘅業者。雖然有天然家鄉河水，不過按正規嘅魚，還係要花錢多功夫。最難就是看水啊，最貴就水啊，要氧氣啊。還有我們這山裡面哦，好像是比較還可以啦，從那個。個漂洋來對喎，你睇我同一條嘅就含唔好，就講啊，按用山東還有天賦苗，依家屬於輪帶魚呢，浪帶魚呢，還有清潔。利用蘿蔔嘅三排體，入邊湯學過嘅魚，3年乾水乾來天線，甚至希望走路，通體切下來，還按用當日從上班強壯嘅日了，青苔哥老家半樣，做啲退休前就開始規劃。還有蝦，雞料，避風的呢？避風料咩？哦，避風按水。係把按水哈。係啊。我們有拖鞋。你看下試啊。可能兩種簡單，但非常精細嘅建築藍圖，除了避風、採日到生活，規劃度嘅改料壓料，雖然冇插花外觀，不過地圖嘅改惡。強種品種豐富，嗰啲係中雞啊，康鴨雞啊，中雞啊，啊啲啊就是香雞啊，呀，這個對應咯。呢係大山雞，海山雞，比較快熟嘅雞卵啦。有咪生卵嚟雞卵咯，啊嗰隻香雞。都已經退休咧，不過技術當學過後，按到大大細細，甚至改卵，感覺冇想過會拿出去賣咩？係咪就因為上海容易賣？哦，係永遠都講會賣啦，哎你是想講便宜哎你買划不來啦，哎貴哦，你不好意思買你啦，哎是講哎沒有好賣自己。你來我就請你這樣子，學嘅雞是興趣啊，我們當然啦哈，來啊，安然是有地方去，學到時就來餵啦哈，來看雞睇嘅過程啊哈，安全神奇啦，這是一種快樂興趣啦。老老講學孫良五嘅心情強壯，只係退休過後，想係有啲事情做嘅車太子，將改良地圖、大細品種分開來學，一啲咪唔係小本專業。不過簡單從兩隻建築改強壯，做成並山學嘅方式，實因為山度環境色彩同顏色冇辦法唔改變。以前嘅上班時間啦，我並山當伊啊，學幾年啦，但是後背吼，有個唔啲乜嘅福利啊。
有牙坡啦，细细只个上来一병叫个牙坡袂咧夹着我，未必实体啦。啊，有一摆后台交流병去上当，手头啊比克，结果嗰度按落物个，像个石梨啊、腐梨啊，啊有黑了对话啦。你营业唔见得一只，营业比实体一只啊，唔敢병嘅是啊，每年啊，即个苗每年出罐嘅肉。啉七甲接嘅三餐水，食七甲血嘅鱼儿、血嘅雞兒，甚至是當日出產嘅次搶菜。青泰國梁公坡共從退休過後嘅想法，可能係前到都市人唔敢有嘅想法。不過花咧按到錢到時間，還有飼料配料，就完全唔拿去賣，是分享好朋友。呢隻條路咁算一科。那邊做快樂嘅，那邊去到啊？做快樂。你哋教我講，我咪做咪做。用嚟講本做下家工業的啦。那是沒有嫖沒有賭，那退休金我就可以出去外養了，係咪啊？做快樂嘅啦。做快樂嘅。他們講講我們不划算，沒賣按到飼料摸去買錢。幹嘛划算不划算？反正我們是。就是講我們要自己要吃啊。也喜歡做山上做一點娛樂，就搞下嘢。唔係用起專家嘅梁公坡。從簡單純上班到學魚兒、學雞兒，每個嘅夢想已經天天的實現。還從見到滿足嘅表情地圖，日本很多人感受冇交易金錢嘅分享生活，或者就係最快樂、最幸福嘅退休境界。問我人生好不好？酸甜苦辣跑不了，既來人生莫空跑，是嘛？喜怒哀樂看開好。